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嘉怡，溫哥華嘅地產經紀。話咁快已經1月中，我都未同大家講下2025年嘅樓市情況。咁以住宅單位嚟講呢，2025年係20年嚟最低銷售量嘅一年。10年嘅平均銷售量呢，其實大概係31,000單，但係2025年呢，只係得23,000單咋。奇怪呢，就係銷售量咁低，但係貨源呢仍然係創新高嘅。咁所以我都可以大膽講話，2026年嘅年頭呢，根據呢個價錢啊、貨源啊同埋銷售量呢，仍然係有利買家嘅，係個 buyers market。咁啊 break down 少少數據俾大家聽下啦。除咗 Whistler 同埋 Squamish 嘅價錢咧係比上年有增長啦，呢個 Metro Vancouver 大灣地區嘅住宅物業價錢咧差唔多全部都係跌嘅。Burnaby 呢個區域咧就比較跌得嚴重啲。Burnaby East 咧就跌咗8.8%，Burnaby South 咧就跌咗7.1%，West Vancouver 咧就跌咗7%，而 Richmond 咧都跌咗5.4%嘅噃。咁我哋 focus 下最多中國人聚集嘅列治文啦，究竟佢哋平均嗰個住宅要幾多日先賣得出啊？而家咁啊，獨立屋47日，公寓54日。Townhouse 49日，咁所以賣家真係要俾啲耐性等待，或者價錢調整一下，而買家咧就可以趁呢個機會咁難得嘅 buyers market，睇下有冇自己中意嘅筍盤咯噃。今日講住咁多先，希望幫到你，拜拜。